你知道什么是三合吗？所谓的三合又称冥合，是代表一种与生俱来的契合感。就像有些人，你第一次见面却觉得格外投缘，一拍即合，这很可能就是你的生肖与对方形成了三合关系。在命理中，佩戴与自己三合生肖的饰品，确实能够在运势上带来加成的效果。对于本来运势就很旺的人来说，更是锦上添花。当你运势低迷时，也有助于招来贵人，转运化煞。三合象征着自助与互助的关系，你愿意付出，就会得到对等的回应，是一种相辅相成、互相成就的能量。我们特别将你的三合贵人生肖以雷射雕刻的方式呈现在水晶管上，让这份贵人能量能够随身守护，时刻在你身边，助你一臂之力。拜拜。